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今日 C Channel。今日一個屬於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嘅名字正式畫上句號。佢17歲入行，拍過接近200部電影，做過小生，做過浪子，做過大哥，最後85歲先至攞到人生第一座金像獎影帝，係香港電影史上最年長嘅影帝。佢就係四哥謝賢。The show must go on 呢句話係一個89歲嘅老人家喺人生最後嘅日子留低俾佢個仔嘅一句說話。今日7月20號，謝賢嘅一對仔女謝霆鋒同謝婷婷喺社交平台同時宣布，爸爸已經離開咗我哋，享年89歲。由17歲初出茅廬嘅小生，到千王之王，到浪子回頭，到父子情深，四哥嘅人生就係一場情陷夜中環同殺出個黃昏現實版。我哋由頭到尾回顧呢位影壇傳奇啊！今日謝霆鋒喺 Facebook 發文表示四哥離世，霆鋒仲透露咗一段好私人嘅回憶。小時候我都曾經見過佢苦惱低落嘅時刻，但係無論點樣，佢始終堅持以最完美嘅狀態出現喺熒幕前面。霆鋒最後仲講咗一句啊，令到好多人聽到都眼濕濕。The show must go on， 表演必須繼續落去。所以大家如果諗起四哥，諗起我父親，唔使喊，都不必太傷心。佢會覺得咁樣唔夠瀟灑。我哋只要將佢嗰個永遠充滿魅力、充滿笑容嘅完美身影長留喺心中就足夠啦。謝婷婷都喺限時動態發文哀悼，指爸爸係喺家人陪伴之下安詳離世。喺經歷一段時間嘅健康轉差之後，佢平靜咁走完咗精彩而豐盛嘅一生。父親一生才華橫溢，成就非凡，不僅係備受尊敬嘅演員同藝術工作者，更係一位充滿魅力同熱愛生命嘅人。其實四哥近年嘅健康狀況一直都係外界關注嘅焦點。2022年，四哥憑電影《殺出個黃昏》攞到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當時上台頒獎，佢行路姿勢同臉部都有啲歪斜，惹起外界猜測佢已經中風。事後林家棟代為解釋，話四哥係整緊牙，要適應。之後四哥就甚少喺公開場合露面啦，享受退休生活。今年4月，有網民喺太平山頂一間咖啡館意外捕獲四哥，佢當時仲需要輪椅輔助，但係巨星風采絲毫未減。去年4月，謝霆鋒喺啟德主場館舉行一連4場演唱會，但係都冇見到四哥嘅蹤影，令到外界再次關注佢嘅健康。不過舊年8月，霆鋒45歲生日嗰陣，就相約咗爸爸謝賢同媽媽狄波拉一齊食飯，一家人齊齊整整品嘗美食。四哥仲激悍咁樣除低黑超示人，眾人舉杯慶祝，氣氛好愉快。回頭一看，佢哋嗰一次嘅相聚，可能已經係四哥留低俾大家最後嘅溫馨畫面之一。謝霆鋒同謝賢嘅父子情唔係一開波就好㗎，兩父子曾經一度見面就鬧交，往往不歡而散。但係隨住霆鋒長大，經歷咗自己都做人老豆，方知為父艱難，關係先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好返啊。2011年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嗰一年，霆鋒憑電影《線人》首次攞到影帝。喺台上致辭嗰一刻，佢突然哽咽，向父親道歉。佢講咗一段令全場動容嘅說話：我18歲攞新人獎，我老豆曾經同我講過，我喺你細細個嗰時拍過幾百套劇、幾百套電影。嗰晚我就同翻佢講，你拍過幾百套戲，你有冇攞過金像獎啊？呢句說話霆鋒自己講，佢一直擺喺心入面足足12年。佢喺台上面繼續講，我知佢喺屋企睇緊電視，我唔知點解呢番說話擺咗喺心入面12年。我希望佢唔好好似我咁放喺心12年，
希望佢原諒呢個不知天高地厚、冇禮貌嘅小朋友。然後佢講咗一句令全場觀眾眼濕濕嘅說話：要湊大一個咁難教嘅細路，每日仲要笑面迎人，你只係最佳男主角。去到2022年，謝賢終於首次攞到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成為金像獎史上最年長嘅影帝，以85歲高齡創造紀錄。當時霆鋒身在內地，未能親身見證父親攞獎嘅一刻，但係佢都為父親感到雀躍。爹哋得到最佳男主角，我當然好替佢開心。多謝所有影迷們喺過去60幾年對佢嘅疼愛同支持。前年佢已獲頒終身成就獎，今年又得到最佳男主角，佢一定非常開心。我哋講翻四哥呢一生嘅演藝傳奇啊。謝賢本名謝家玉，1936年出生，祖籍廣東番禺。幼時隨家人移居香港，喺家中排行第4，所以之後大家都尊稱佢做四哥。1952年，16歲嘅謝賢經朋友介紹之下，考入咗領光公司演員訓練班。第2年轉投迪華公司正式出道，拍咗人生第一部電影《留下山水喉》。憑住俊俏嘅外形同埋風度翩翩嘅氣質，謝賢出道之後好快就引起注意。1956年，佢憑電影《999命案》正式走紅，成為50、60年代影壇首席小生同偶像。當年嘅片酬更加係冠絕全東南亞同期嘅演員。各位，你可以想象一個16歲入行嘅年輕人，短短幾年之間就成為東南亞片酬最高嘅演員，呢個係幾大嘅成就。謝賢喺50、60年代嘅演藝生涯係非常多樣化嘅。1956年嘅為福子，佢演一個受盡後父欺凌、淒慘可憐嘅小子。1964年嘅花花公子，佢演一個初嘗紙醉金迷生活嘅公子哥兒，女友無數，卻冇一個係真愛。1969年嘅浪子，佢就以憤世嫉俗嘅形象飾演向虛偽社會報復嘅浪子。呢幾個角色跨度好大，由被欺凌嘅小子到花花公子，到反叛浪子。謝賢用佢自己嘅個人魅力，塑造咗一批60年代香港粵語片嘅經典形象。1972年，謝賢曾經由幕前轉幕後，執導咗伊達小說改編嘅《擇梯》，以一部票房超過100萬元嘅國語文藝片，成功轉型做導演。之後佢一共執導咗8部影片，其中1973年嘅《明日天涯》主題曲仲係由一代歌手羅文主唱。四哥唔單止識做戲啊，仲識得執導，係一個真正全面嘅電影人。去到70年代後期，謝賢轉戰電視台。1978年，佢受 TVB 邀請拍攝首部電視劇《蕭十一郎》，一出道電視圈就擔任男主角。而真正令佢成為電視史經典嘅係《千王之王》呢套劇，成為咗 TVB 嘅收視救世主。當時 TVB 為咗收復被麗的搶去嘅收視失地，由監製王天林同編審王晶父子合力炮製呢套劇。四哥飾演男神眼羅四海一角，最終令到 TVB 成功挽回無線電視界嘅王者地位。亦係喺呢套劇之後，四哥呢個稱呼正式深入民心。1982年嘅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同樣風靡萬千觀眾，成為 TVB 史上其中一套最高收視嘅劇集。謝賢一生總共參演過接近200部電影，橫跨電影同電視兩個領域。由於香港電影金像獎係1982年先至成立，而嗰陣時謝賢已經大量減產，所以喺殺出個黃昏之前，佢從未參與角逐任何演技嘅獎項。2019年，佢獲頒金像獎嘅終身成就獎，係一個表揚一生成就嘅榮譽。當時佢自己都以為故事就係咁完結，終身成就獎，終身喎，聽落好似係一個總結，一個句號。點知故事都仲未完啊！2022年，林家棟以監製嘅身份邀請已經處於退休狀態嘅謝賢演出電影《殺出個黃昏》。
呢部戲成功為四哥帶嚟人生第一座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。當日公布入圍名單嗰一刻，謝賢仲講笑咁講啊，我嗰時入行都未有金像獎，到有嘅時候我又減產，以為3年前得到終身成就獎，終身冇啦，點知今年有機會提名，電影就係咁神奇。最終四哥以85歲高齡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史上最年長嘅影帝得主，亦係唯一一位攞咗終身成就獎之後再攞到男主角獎嘅演員。坊間一直流傳一個講法啦，話霆鋒係為咗幫老豆還債先至簽約10年長約。事緣1996年，年僅16歲嘅謝霆鋒入行，同飛圖唱片，後嚟俾英皇娛樂收購，簽咗一紙10年長約。當時坊間盛傳，霆鋒係為咗還清謝賢因為生意失敗而欠落嘅巨債，先至要賣身簽落咁長嘅合約。呢單賣身契傳咗好耐，直至多年之後，四哥先親自開腔澄清呢一個傳聞。佢強調啊，霆鋒當年入行絕對唔係為咗幫佢還債。四哥表示自己雖然當時有投資生意，但係財務狀況完全正常，並冇欠下外界所講嘅巨債。至於外界所謂嘅賣身簽約，其實真相係各大唱片公司當時睇中咗霆鋒嘅星二代光環，同埋佢自身擁有走紅嘅潛質，於是爭相想將佢羅致旗下，並唔係被逼賣身嘅。而佢同英皇娛樂呢一份合作，一做就做咗足足30年，令霆鋒多年嚟都係英皇娛樂嘅一哥。講四哥嘅一生，梗係唔可以唔講佢嘅感情生活啦。四哥風流，但係佢自己就聲稱拍拖非常專一，愛上就會用盡全力去愛。四哥咁講，我哋就咁聽啦，信不信由你。佢自然人生入面拍拖嘅次數，一隻手就數得晒，剛好有5段情，分別係嘉玲啦、蕭芳芳、殷真、狄波拉拉姑同埋 Coco。1974年，佢同一代玉女殷真結婚，可惜維持3年之後就離婚。1978年，謝賢轉移追求狄波拉，1979年結婚，兩個人育有一對仔女，謝霆鋒同謝婷婷。呢段婚姻維持咗16年，直到1995年協議離婚。而最令外界津津樂道嘅係佢同 Coco 呢段爺孫戀。2005年，年近70歲嘅謝賢同當時年僅20歲嘅上海女仔 Coco 相戀。呢段感情最初都唔被外界睇好嘅，但係兩個人互相扶持，走過咗12年。期間，四哥對 Coco 照顧有加，供佢留學啦，教佢投資置業啦，甚至送上金條作為保障。佢曾經深情咁講，將來就算你一無所有，都可以拎出嚟輕鬆應付生活啊嘛。不過隨住謝賢年紀漸長，佢曾經感性咁講，唔想害人啦，佢太年輕啦。最終係四哥自己主動提出分手，仲鼓勵 Coco 多結交朋友，去尋找更美好嘅將來。相傳仲俾咗2000萬分手費。講四哥嘅娛樂圈往事，有一單新聞係一定要提嘅，就係當年轟動娛樂圈嘅掌摑事件。謝賢拍過唔少膾炙人口嘅劇集同電影，但講到旅遊節目就相對少見啦。最為人熟悉嘅係 TVB 嘅小生去旅行系列，由2013年版嘅胡楓、謝賢及 Joe Junior 3個小生，之後再加埋曾江，由3個小生變成4個小生去旅行。但係去到2015年，加入曾江嘅4個小生去旅行，就鬧出咗一單震驚全城嘅風波。有指啊，曾江喺遊莫斯科嘅期間意外受傷，要坐輪椅拍攝。四哥有感對方係扮嘢啊。其後喺一個宣傳記者招待會上面，謝賢提及呢件事，突然發火，怒刮曾江，而夾喺兩人中間嘅胡楓仲慘被誤刮，一同遭殃。呢件事成為大家津津樂道嘅謎團。點解四哥會突然咁大反應？曾江究竟係咪真係扮嘢，定係另有內情？呢個謎團一直維持咗好多年。
直到謝賢上咗內地訪談節目《老餘有約》，先至親口承認真相。原來呢件事係大家夾好嘅宣傳伎倆，四人事前商量過嘅，決定由謝賢出手製造呢個震撼嘅畫面，用嚟為節目造勢。而謝賢同曾江之間根本就冇隔夜仇。宣傳完畢之後，謝賢仲請咗曾江食雪糕添。而今日特別令人唏噓嘅係，當年俾謝賢刮嘅曾江，早幾年已經先行一步離開咗我哋。Joe Junior 係後輩，同輩嘅得返胡楓一位，孤零零咁留低。謝賢一生拍咗接近200部電影，橫跨電影同電視，塑造過無數經典角色。謝霆鋒話 The show must go on。四哥呢一生就好似永不落幕嘅表演，佢由頭到尾都保持住嗰份瀟灑同魅力。四哥，多謝你為香港電影帶嚟嘅無數經典，願你一路好走，喺天國繼續你嘅風流瀟灑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，開埋個鐘仔。下次見，拜拜。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、CL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 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。多謝支持。